立法院要继续审国会这款法案，伫外口抗议的民众也是愈来愈多。公民团体今仔发起活动，规个台湾要串联。今仔立法院外口主办单位就讲，现场的人数超过5万人，愈换是愈侪人，而且下晡也有去报警申请到中山南路的集会权。警方是唔敢大意，也甲这警官的人数增加到500人，那以及现场也会互相各党的立委出席。唔惊落雨，只抗议，喊声比大声，不满立法院决审国会这款相关法案，场外组织的人是愈来愈多。在场民众情绪真悬，青岛东路拢是人，亚国小手帮，大家拢真创意。这南路也有真侪人，现场楼中青拢有，警告高中生请假来到台北。主办方统计，人数已经超过1万人了。我今天是特别跟学校请假，我就感觉有一种使命感，想要捍卫台湾的民主。立法院大乱之后，觉得他们这样真的很不 OK， 然后觉得再不来就没有机会再为台湾再发声音了。超过50个公民团体合办这办活动，那伫立法院外口进行，更加串联团台，对于台北、台中、彰化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甲台东，伫7管区拢陆续举行。作为一个就是在大学里面的一份子，必须站出来说，就是有争议的议案退回去重审。我们要求公平正义的讨论，我们拒绝黑箱的一个国会作业。这摆顶控活动也引起这路权之争，主办单位已经申请青岛东路加济南路西边路权，就惊人拖到中山南路，不过这段路权其实表出，和国民党照走。国民党中央是否认，警方是讲中山南路路权属于主办方这方面，也伫下晡2点赶紧来报警申请到集会权。国会改革法案反对方的部分，他们今天申请了路权在青岛东路西侧，包括中山南路。包括济南路的西侧这部分是反对方来申请，另外赞成方的部分，它是申请在我们青岛东路的东侧。立法院两边服务讲诉求2方面分别申请路权，中央有关界别今日有突发的送访。第二，立法院就有搁再增加警力，对原先动员200名，增派到500名。另外也架设障碍物，加立法院真侪出入口封起来，各党派立委行出议会，更加有警力护送。立委的随护的安全呢，就是请各地方的保防组直接联络在地的立委，如果有需求的话，我们就会马上处理。我们请内政部、警政署及时的掌握各种状况，对于所有集会参与的民众自身的安全，都要做到非常周到的保护。抗议声四起，又有国民党立委讲，和乌都来恐吓，警政署已经要求各县市警局主动来联络立委，协助申请安全警卫，为安有经全面来提升降低危害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